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23章。第7年，耶和亚大勇敢采取行动，调集带100兵的军官亚罗汉的囝阿撒利雅、约哈兰的囝以实玛利、俄比德的囝阿撒利雅、阿大雅的囝马西雅、谢基利的囝以利沙法来甲伊立约。因行透犹大，对犹大遐城组织利未人甲以色列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。所有的会众伫上帝殿甲王立约。耶和亚大对因讲：恁看，王的囝伫遮，照上主对大笔后代的应允，伊一定着做王。但恁着安尼做，恁遮的祭司甲利未人，伫安息日值班的时，着1/3固守圣殿所有的门，1/3固守王宫，1/3固守军旗门。会众拢着伫上主圣殿的埕，所有的人民拢毋通进入上主的殿，只有祭司甲底服侍的利未人通入去，因为因有圣化归上主。所有人民着遵守上主的命令。利未人着带军器，伫王的四围保护。所有进入圣殿的人，着互伊死。王无论伫倒位，恁拢着跟随保护伊。利未人甲犹大众人拢照祭司耶和亚大的命令去做，逐个人带因的部下，无论安息日值班还是无值班的人，拢来，因为祭司耶和亚大毋准因离开。祭司耶和亚大就将囥伫上帝圣殿内面大鼻王的枪甲大细盾牌，交予遐个管100兵的军官。耶和亚大阁将军器分互人民，因伫祭坛甲圣殿遐，对殿的南边到北边，徛伫王的四围保护。因就带约阿斯出来，甲伊伫王冠，将有关王权的约书交互伊。耶和亚大甲伊遐个囝，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王。因话讲：愿王万岁！阿他利雅听到人民哪走哪学了王的声，就去到聚集伫上主圣殿的人民遐，看到王徛伫圣殿入口的条边，官长甲分喇叭的人徛伫王的边仔。国内的人民拢欢喜分喇叭，阁有唱歌的，用逐款的乐器带人民唱歌学乐。阿他利雅就拆裂伊的衫，话讲：造反啦！造反啦！这时耶和亚大带遐个管100兵的军官出来，因为伊毋爱有人伫上主的圣殿互人杀死，就对因讲：甲伊对队伍的中间赶出去，要缀伊的，就互伊死。因闪开双屏，互阿他利雅过去。伊到进入王宫的马门，就伫遐互人杀死。耶和亚大甲王以及人民做伙立约，要做上主的子民。对安尼，全国的人民拢甲巴力的庙拆毁，拍碎祭坛甲偶像，搁伫坛前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。耶和亚大派利未人做祭司的，负责固守上主的圣殿。这个
祭司是照大笔以前的规定，伫负责上主圣殿的职务，照摩西的律法，欢喜称赞，向上主献烧化祭。伊嘛派人固守上主圣殿逐个门，无论甚物缘故，内脏无清气的人，拢袂用得入去。耶和亚大阁带军官甲贵族、民间的首领甲全国人民，请王对上主的圣殿落来，对正门进入王宫，予伊坐王位。全国人民拢欢喜快乐，全城拢平静。亚塔利亚已经互人杀死。